嚟到今個星期二嘅一人有一句說話，咁頭先我話過啦，今日就較為殘忍少少，就比較多嘅朋友係被篩出去嘅。咁有啲咧就因為睇唔到寫乜嘢啦，咁有啲咧就係唔係幾合呢個要求啦，或者呢個標準啦。咁有啲睇咗我都唔明嘅，咁我冇法子啦。千祈就唔好氣餒喎，呢個唔係拖人一族嘅精神喎，拖人一族嘅精神咧就係再接再厲，繼續努力嘅。好，咁啊睇睇今期嘅呢個題目啦。完全不懂保留，情懷等你接受，何時你會付給我，我縱是無求。如若我已付出夠，沉默也這樣足夠，誰來開口？如何開口？題目就係呢一首歌，來自 Dry， 歌名叫做《誰來開口》。咁首先呢，就有呢一位朋友啊，來自無啦講嘅，但係我唔知應該點讀佢嘅名，畫咗一件衫喺度，跟住有個女字，咩啊？叫做三女啊。好，以下嘅呢一番說話呢，就要同阿富仔講啊。嗱，我猜叫富仔，因為畫咗一條褲喺度啊。富仔講噶。咁啊，將誰來開口呢4個字咧就拆開嘅，就寫住誰是無敵未知數，來作比賽比低高，開始讓你佔風騷，口角之爭直到老。好似有少少火藥味，但係咧後邊又畫咗3個心喺度。啊，曳曳啊呢一個。跟住咧就呢個好似係大家見招拆招咁啊，跟住就係呢個沙登嘅褲仔啦。咁但係點解呢個褲仔同埋三女啲字咁似嘅？係咪同一個人寫噶？好，同樣係將誰來開口拆開嘅，咁啊寫住誰人比我更加醒，來講笑話我最精，開正呢番最啱傾，口甜舌滑冇得頂。將啊誰來開口4個字拆開嘅，有呢2位朋友啊，跟住呢就係呢一個啦，話都寫咗好多句，有10句啊。呢一個叫做陳思韻，叫做 Yvonne 嘅呢一位，好，睇睇你寫成點先。第一句就寫住誰來開口向我說一聲我愛你。第二，誰來開口為我解開心中結。第三呢，就係誰來開口令我活得開心啲。第四，誰來開口與我分享做義務嘅心情。跟住誰來開口為我安排美好的生活。誰來開口為與我分享喜與悲。誰來開口令我世界活得精彩。誰來開口在金錢上助我渡過難關。誰來開口喺最不幸嘅途中願意助我渡過難關。誰來開口陪伴我渡過人生路程。睇嚟呢個 Yvonne 或者呢個思韻嘅要求都幾多噶，同埋都幾被動噶吓。聽得到。另外仲有來自芙蓉嘅呢個叫做阿 Ann 啊，阿 Ann 話誰來開口好呢？好難，好收家噶喎。唉，算啦，死就死啦。跟住講咗呢句麗的 FM 988，我好中意你啊！唉，舒服晒咁話。呢個來自芙蓉嘅阿 Ann， 使咩好難好收家啫？講得幾次咁就慣噶啦，一次生兩次熟啊嘛。用言語表露，仿佛世界也。跟住有來自甲洞嘅呢個叫做阿里巴巴。阿里巴巴話誰來開口，梗係啲叻人啦。正所謂叻人開口就唔知咩人出手呢。跟住呢，最後呢一句寫住啊，淑萍你話呢？咁。我唔講住啊，因為呢，我發覺有好多張 fax 或者好多個作品呢都係咁樣寫住嘅。最後一句呢，梗係你話呢？呢個咁熟口面嘅呢一句話。如何開口？
仲有來自 Daman Saga 嘅呢一個叫做阿靜啦，話阿靜呢個都幾長喎寫得，就係話人嘅性格咧係好難下定論嘅。點解呢？喺屋企如果有咩事要向父母商量，要同父母商量呢，咁啲兄弟姊妹就一定會喺拉尾，即係後邊嘅意思，就傾到翻天覆地，由今晚就傾到天朝都唔係問題啊！到傾完啦，就會問誰來開口，大多數咧都係嗰啲做大嘅就會係被點中啦。至於喺公司裏頭，同事之間對公司嘅政策唔係好滿意，結果早餐、午餐嘅時間都圍繞住呢一個話題，有啲甚至乎連晚餐都仲喺度雞啄唔脫。講完啦，咁大家就希望佢哋嘅意見能夠係呈上去俾老細知，冇問題，但係一定會有啲拗撬嘅，就係誰來開口呢？到最後呢，大家通常都係草草了事，當冇事發生過咁。你話好唔好笑呢？呢啲係咪叫做大隻講啊？仲未寫完嘅，跟住後邊呢一句呢就寫講就扮拉啦，做就幾難嘅。淑萍姐姐，你認為呢？跟住係來自太平嘅呢一位朋友啦，就叫做Eling啊。Eling第一次參加呢個環節嘅，歡迎你先，歡迎你加入呢個偷閒一族嘅大家庭。好，咁啊有幾句啊，咁啊寫住當喜歡一個人嘅時候，誰來開口告訴他？當然係自己啦，如果唔係佢又點會感動呢？第二，當老闆要大家俾意見嘅時候，由誰來開口呢？當然係自認自己係叻仔嘅下屬啦。第三，當兩個相識不久嘅一男一女坐喺一處，然後你望我，我望你嘅時候，又應該係由誰來開口講話先呢？當然係男仔啦，因為通常啲女仔都係比較怕醜啲嘅，係咩？繼續就有阿金平啦，哇，金平啦就寫咗兩段嘅，咁第一段就 OK 啦，咁但係第二段咧就長咗啲啦，所以阿金平你就饒恕我，唔打算將呢個第二段讀出吓，咁但係裏邊所提及一啲嘢係值得去探討下嘅，轉頭啦吓，咁先讀第一句先，就係話到喺公司裏頭，雖然有好多時候同事之間都要為咗一啲公事就互不相讓。但係喺呢一個時候，大家都會非常嘅有禮讓嘅精神喎。係咩時候呢？就係誰來開口對老闆話加薪嘅事件。落嚟有呢一位好幾熟悉嘅名字啦，就係附庸嘅豬仔包啦。咁就係用咗誰來開口呢個字呢，拆開就不特止，仲要倒轉，即係誰來開口倒轉，變咗口開來誰。好，第一個口咧就寫咗口齒伶俐，跟住係開班招生，來信如山，誰與爭鋒。各位聰明嘅偷閒一族，你哋估唔估到豬仔包其實喺度寫緊啲乜嘢？佢話係佢自己嘅一啲意見嚟噶。好啊，咁啊，你啊試下估下豬仔包所寫嘅呢幾句口齒伶俐、開班招生、來信如山、誰與爭鋒，究竟喺度講緊啲咩呢？最後嘅呢一個作品啦，就係來自檳城嘅小媽咪嘅。小媽咪本來要求我用華語讀出嘅，咁但係都幾長啊。唔好啦，我都係用翻呢個廣東話嚟讀下，因為我驚讀到甩甩咳咳咧，就發揮唔到你嘅呢一篇嘢。好，就咁寫住嘅，人生短短幾十年，有緣才相聚，能夠成為一生伴侶，更係不簡單啊！
夫妻能夠白頭到老，誠能可貴，所以就更應該珍惜彼此之間嘅感情同埋相處嘅時間。當然有時候係會有摩擦，只要唔係大件事，又何必看重面子，計較誰先嚟開口呢？冷戰嘅感覺係很難受嘅，對吧？呢個係檳城小媽咪。聽得到你在哪裏迷途，就算講不出，我亦睇。檳城小媽咪寫嘅呢篇嘢呢，就真係令人好有 feel 啊！嚇，咁好多時候呢，唔單止係夫妻啦、朋友相處啦、情人相處啦，好多時候啊，可能會有啲誤會啦，有啲嘅摩擦啦，但係大家都衰硬頸喎，唔肯開口講嘢先，或者唔肯開口 say sorry 啊，咁嘅誤會呢，就可能會越嚟越大啦。又或者好多人都會咁諗啦，嗱呢一首歌呢，誰來開口填詞嘅林夕，咁裏邊呢，亦都講咗好多啲講不出口嘅說話嘅一啲情景啊，咁有好多人都可能會話就係唔使講啦，有啲嘢係嘛，大家咁熟或者大家咁 friend， 又或者大家老夫老妻咯，仲使乜講出口呢？大家心裏邊明白咪得咯，你講嘅啫，你以為啫，係咪真係下下可以心靈相通呢？今日嘅呢個一人有一句說話，暫時係到此為止啦。咁就用咗呢一個歌名誰來開口呢，就令到啲偷閒一族呢，就喺各方面唔同嘅角度嚟到發揮咗呢一個題目噶。咁我哋要出另外一個題目，嗰啲被篩出去嘅千祈唔好灰心喎，你試一試睇下呢一個題目啱唔啱你啊？出乎意料，想向全世界宣告，心悸動無法按捺，我仿佛置身美麗的天堂。出乎意料，冇錯，嘅歌名就叫做出乎意料。下個星期二一人有一句說話嘅題目就會係用呢一首歌噶啦，出乎意料。唱歌嘅呢個組合呢，就叫做煽風點火。同樣嘅截止日期會係下個星期一晚上嘅11點鐘，咁喺呢一個截止日期同埋時間之前呢，都係等緊你嘅 fax 或者係你嘅信件嘅。參加呢個一人有一句說話，再話聲俾你知嘅題目叫做出乎意料。